大家平安。这时第一堂台语礼拜要开始，请安静心来敬拜上帝。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伊的慈爱续到永远。愿以色列讲，伊的慈爱续到永远。愿阿伦祭司的家讲，伊的慈爱续到永远。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伊的慈爱续到永远。伫危急的时，我求救上主，上主就应答我，解救我。上主甲我同在。我袂惊吓，人会当互我安怎？互我甲我开公义的门，互我通入去感谢上主。这个门是上主的门，只有正直的人会当入去。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因为你互我得到解救。请咱做伙来吟诗学老上帝，圣诗第281首。圣诗第281首，上帝即时临在，请咱起立吟全首。心敬拜，你出名前。
请咱由原徛着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印伫圣诗的头前面，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列岛林内受苦，顶世界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父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同心来启应。启应文第45篇，也就是以赛亚书第40章。我来启，请兄弟来应。至圣者问：恁有啥物人亲像我？有啥物人通甲我比？恁举目看天，啥物人创造遮的星？做啥？是上主，伊调集万军，算因的少爷。伊一个一个点因的名，因为伊有大气力，有大权能，无一个无来。雅各啊，你是安怎怨叹讲？上主无看到我的困境。以色列啊，你是安怎埋怨讲？上帝无关心我的诉愿。你敢毋知上主是永远的上帝？你敢捌听见伊是全地的创造主？伊袂野，嘛袂先。伊的智慧无法度了解。野善的人，伊互因有元气；软正的人，伊甲因加添气力。少年人都袂野善，勇壮的人嘛会跋倒。做啥？毋过我靠上主的人会重新得到气力。因会亲像鹰鸟，体势飞悬。因行袂野，走袂先。请咱同心来祈祷。听阮的天父，原知伫全世界变种 Delta 病毒疫情紧张时，你帮助保守台湾的疫情确诊人一天一天减少，伫各行业也得到适当的解封，嘛，互真侪人可以会当注射疫苗。伫这个清早，我要献上阮的感谢。虽然阮因为疫情袂当自由去做真侪代志，有时阮有压力。有时阮强要承受袂牢，失去耐性；有时阮心中埋怨，求主赦免阮，帮助阮明白你是阮生命的主宰，你是阮困境中的力量，是阮的盾牌。阮只要常常甲你放伫阮的头前，阮的心就袂摇动。感谢天父，阮嘛要求你帮助，拍开阮的心内耳孔。听见牧师今仔日所要分享的信息，互阮的信心得到坚固。安尼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第4章28到33节。这个事拢应验伫尼布甲尼撒王到12月满，伊行游伫巴比伦的王宫。王讲：这敢毋是大的巴比伦？我用我大力的权，也为着我的威严的阳光来起的，做本国的宫殿吗？这个话犹句伫王的喙的时，有声对天落来，讲：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甲你讲，国位已经离开你啦，你要受赶出离开人，甲田野的走兽三角徛起，也要互你食草亲像牛，也要历过7个时期，到你在至权者掌权人的国，也照家己的意思用国赏赐人。就迄时代志应验伫尼布甲尼撒，伊受赶出离开人，食草亲像牛，身躯互天的露水湿淡，到伊的毛发亲像鹰鸟的毛，伊的指甲长，亲像鸟的颚。愿上帝的话诚做咱的智慧甲帮助。即时有志主要带咱来学乐上帝，因要吟的诗歌是“我多么需要有你”。多么需要有你，有你天天与我亲近，我时刻不能忘记，是你赐我每个气息，我多么需要有你，有你天天领我前行，我时刻不能忘记，是你掌管我的生命。缤纷的世界夺不去我的眼，我要定睛在你容颜，因为离了你，就像风筝的热线，飘落在天地之间，忙碌的生活夺不去我的心，我要安静在你面前，因为你同在是我一生的等候，是我一生的寻求。我多么需要有你，有你天天领我前行，我时刻不能忘记，是你掌管我的生命。缤纷的世界夺不去我的眼，我要定睛
我时刻不能忘记，是你掌管我的生命。愿一切水的歌声，真做芳芳的者，达到上帝的面前，得到上帝的欢喜甲感乐。今仔日要为咱正道的是本堂林耀新牧师，伊要分享的题目是“明亮晨星，何尽从天坠落”。将时间交予牧师。各位兄弟平安。咱真感谢诗班安尼为着咱的即个线顶的礼拜帮助咱借着所献的诗来将阳光归伫咱天顶的爸上帝，这是咱同心来祈祷。我来主，我的上帝，我满心感谢你，伫主你的圣的主日主你搁一摆呼召阮。来踮伫主你的脚前，愿要来献上阮的敬拜甲学乐。愿你的神即时甲阮众人送啊伫地，互阮伫遮所领受的，互囝仔讲的甲听的，平平得到主你话语中的奥妙，甲着你圣神的光照甲启发，互阮会通搁较认捌主你。也互阮会通深知，阮着怎样行，怎样做，才会通安尼得到主你的欢喜，也得到主你的感纳。阮搁一摆献上感恩、恳求、祈祷，拢上个做基督圣名，阿免。有人讲安尼咱上大的对敌是家己。即句话一点就拢无毋对，只有看到耶稣以外无别人。即个别人就是咱家己，阻挡咱安尼，互咱无看见耶稣的，往往就是咱家己本身。当人看重家己的时，就亲像咱进前所讲的迄个女仔囝共款，人就看袂见耶稣。焦点就对耶稣的顶面刷到伫咱家己的即个身上，这正是咱现今教会所面对真大的即个问题。现今侪教会会有遐尼侪遮个纷纷扰扰往往拢是因为人只有简单看见家己，无看见耶稣的关系。咱无高举耶稣。反倒是常常来高举咱家己，无看见家己只有看着耶稣。这是咱每一个人需要常常来提醒咱家己的。今仔日的经文，因为时间的关系，牧师只简单选到这个但以理书第4章28到33节。若是咱安尼有闲请咱将这个但以理书第4章规章的经文来甲伊安尼读完毕。伫咧这个经文中，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拄好是咱上好的一个照镜，诚做咱的鉴戒，提醒咱只有看见家己、高举家己，会带来什么款的这个效果，也是讲问题。伫咱安尼即个所读的即个28节的一开始就伫遐讲起着讲，这个事拢应验安尼。为什么没有做记号？为什么那个记号不见了 ？OK， 来，咱个点来。
请咱甲头前的迄个祈祷甲伊加伫咧头前，后壁要对即个讲道的部分开始来接。我有漏交几个记号，所以稍等我一时啊。为什么会记号不见了呢？好，俊彦，麻烦你从这个，等一下从前面的那个祷告，祷告后面，麻烦你接后面的这个就是接后面开始要讲到这样子。有人讲，咱上大的对敌是家己。这句话一点就拢无毋对，只有看到耶稣以外无别人这个别人就是咱家己本身像不见一人，那个一人就是咱家己本身，阻挡咱，互咱无看见耶稣的，往往就是咱家己。当人看重咱家己的时，就亲像咱之前所讲的迄个女仔囝同款，人就看袂见耶稣，焦点就对耶稣来牵线到伫咱家己的身上。这正是咱现今教会所面对一个真大的问题。现今真多而且侪教会有遐尼侪只的纷纷扰扰，往往拢是因为人只有单单看见家己。无看见耶稣的关系，咱无高举耶稣，反倒是常常伫遐来高举着咱家己。无看见家己，只有看着耶稣，这是咱每一个人需要常常来提醒咱家己。今仔日咱的经文，因为时间的关系，牧师只有简单选到这个但以理书第4章的这个28节到33节。若是咱有闲，请咱来将这个但以理书第4章规章来甲伊读好煞。经文内面讲起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拄好是咱上好的一个鉴戒，也是讲照镜。这个提醒咱，只有看见家己，也是高举家己，会带来什么款的问题？伫咱今仔日所读的这个28节内面，一开始就讲起着讲。这个事拢应验伫尼布甲尼撒王的这个顶面这个事到底是什么事？伫第3章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下令安尼爱拍落敬拜伊所立的迄个金像，但是但以理的3个朋友无顺从王的命令直到。被这个迄落伫咧这个炎热的这个火炉，若是王确实后来看见到这个因这个火炉内面有4个人，行伫咧这个火中间也无受伤。迄个第4个样貌亲像上帝的囝。后来尼布甲尼撒王就高举撒德勒、米煞甲着阿别尼哥的这个上帝。这是伫咧但以理书第3章内面所记载。伊煞接就记载着第4章内面记载着讲，王后来佫梦见另外一个梦，即个伫咧眠床内面的即个思想，也是讲心内的即个意象，互王安尼惊吓被迫，就出令调着即个巴比伦一切遮个智慧的人。到王的面前，其他因会通来解明迄个梦，互王来知。总是遮个所谓的遮个智慧的人，无法度来解明，互主来，互王来明白。
也互王来知影。落尾王找到即个但以理来期待，将即个梦中的即个所看见的即个异象，甲伊的即个解明来互王甲王讲。当王将即个梦中所看见的即个异象，甲但以理讲，但以理就非常的戆硬有遐久心内白白了后为王来解明即个梦中的即个异象。伊阁甲王安尼讲安尼，即个至悬的命令临到要到伫我的王，我的主也是安尼。讲你要受赶离开赶出离开人，甲着即个田野的走兽三角徛起，也要互你安尼食草亲像牛，互天的露水湿淡，也要经历过7个时期，到你知至悬者掌权人的国，也照家己的意思用国赏赐人。因既然吩咐树的安尼拳头着留地，到你知这个天地掌权的时，就你的国必定搁归伫你。王但求你欢喜接纳我的苦劝，用行公义来断绝你的罪过，用怜悯颂向人来除去你的过失，检测你的平安会久长。线接就是咱今仔日所领受的即个经段。尼布甲尼撒王，伊是一个真骄傲的自大的一个人。伊安尼无偌久就袂记得即个但以理安尼对伊的迄款安尼的即个苦劝。但是就是伫咧即个但以理安尼替王即个解梦的即个12月满，解梦了12月满，王行游伫咧即个巴比伦的即个王宫。伊伫遐观看着伊的即个国，就安尼骄傲自高起来。伊就伫遐讲，这竟毋是安尼即个大的巴比伦，我用我大力的权，也是为着我的威严的荣光来起的，做本国的宫殿嘛。哇！当即个王安尼伫遐骄傲自大、自高伫遐咧讲着遮个话的时阵。遐个即个话，抑搁伫咧王的喙的时阵，有声对天落来讲安那。伊讲尼布甲尼撒王有话甲你讲，国位已经离开你啦，你要受赶出离开人，甲着田野的走兽三角徛起，也要互你食亲像食草亲像牛，也要经历7个时期，到你知至悬者掌权人的国，也照家己的意思用国赏赐人。就安尼讲到迄个时阵，安尼就迄时安尼即个代志应验伫咧即个尼布甲尼撒王的顶面，伊受赶出离开人，食草亲像牛。身躯安尼，互天的即个露水湿淡，用到伊的即个毛发，亲像鹰鸟的毛；伊的指甲长，亲像鸟的脚。是甚物，互尼布甲尼撒王坠落到安尼？是别人吗？完全毋是，乃是伊家己，只因为伊骄傲自大。掠家己最悬最大，袂记得伊的国通有安尼的迄个规模，完全是上帝的竞选，甲着即个恩典。若是伊却是只干那看见伊家己，搁高举伊家己，袂记得这一切拢是上帝的作为，无将一切荣光归乎主。伊的国位上帝两边就安尼讲刷开伊的位。各安尼国离开伊，受赶出离开即个世间人，甲着即个田野的即个走兽三角徛起，佮食草亲像牛。各位兄弟，只有看着耶稣以外无别人，的迄个别人，正是咱家己。若是咱简单安尼看见家己，讲看着家己却看袂见疼咱的主，
佮家己掠做家己有看见，就要落入去伫即个撒旦的即个罗网的内面，佮为咱家己带来侪的灾难甲着咒诅。即个焦点安尼转向着家己的迄款的可怕，是因为这是咱互撒旦欺骗的开始。撒旦伫咧即个爱甸农园内面，就是用着即个诡计来伫遐来欺骗着即个夏娃。伊提醒夏娃爱看家己。撒旦对夏娃安怎讲？伊讲安那？伊讲恁无一定，恁无的确会死，恁要亲像上帝会分辨好歹。撒旦爱夏娃看见家己，看见家己要亲像上帝共款，结果就是亚当甲夏娃安尼就伫遐来犯罪对落。看见家己，互咱想要满足咱家己。当咱看见着咱家己，看着咱家己，咱就想要来满足咱家己的迄个欲望。罗马书内面现代台语译本伊也翻做讲叫做意向本性的迄款的需求。意向本性的结果就是死。嘛是伫遐来抵敌上帝。人类伫咧原本就被造的时，所拥有的是一个咱讲无有家己的迄款安尼的性命。却是受到魔鬼骄傲自大迄款的性命的传染，变成做一个高举家己的迄款的性命来互咱缔造犯罪。罪就亲像即个灵魂的迄款的讲冠状病毒共款，爱要安尼得到即顶的免流，家己来做王。是属灵的迄款的冠状的病毒，通感染人的灵魂，互人死。最后，互灵魂来伫遐来灭亡。咱的旧人、咱的旧心，甲着咱的旧灵，因为始祖犯罪缔造，成做一个咱讲只有看着家己安尼款的性命，拢是互罪所来感染，串到咱规个咱全人。咱迄款安尼，只有家己的迄款安尼的性命，就亲像迄个即个癌症末期，即个的病人无药通医。只有迄个无有家己看无家己的上帝，成做迄个无看无家己的人，来替换咱即个咱只有看着家己的迄款安尼的性命，为咱来死，才会通来救咱。人一个安尼讲看着家己人有己只有家己看着家己，想要来满足家己。若是真正会通来满足咱的，实际上是只有干那耶稣那点。圣经甲咱讲，着用即个安尼迄落着用上主最欢喜，伊会满足你的心愿。当咱将焦点来转向伫耶稣的时阵，耶稣才是咱一生的满足。伊要来满足咱心内迄款的真正的需要。所以，当咱将即个焦点来安尼转向伫咱家己的时阵，实际上这是撒旦的迄款的咱讲样相，也是讲这是撒旦所为咱设的迄款的榜样。即个榜样缔造，互咱引诱咱爱来满足咱家己，咱嘛受到伊的鼓励爱来凸显咱家己，来安尼讲真请呀，种展咱家己，爱人看见咱。若是咱伫咧即个地上追求，要来凸显咱家己来伫遐就迄落安尼高举家己，就算讲是为上帝做偌尔大的事，上帝嘛袂纪念。反倒会讲我拢毋捌恁遮的最歹人拢离开我。这是一个何等悲惨的光景！咱若爱要伫咧即个地上出名，
就伫天顶可能会受毒命。撒旦声势伊会对即个天安尼对落，是因为伊想要来伫遐凸显，想要来出头啊！即个撒旦伊的迄个，咱讲伊的招牌口号，伊的口号就是我要。伊伫咧迄个中间，咱伫咧即个以赛亚书内面会通看见有侪我要。伫迄个中间，即伫遐我要怎样？我要怎样？我要怎样？侪的我要。这是撒旦伊对落的原因，也是撒旦甲咱的迄款的欺骗。伊引诱咱伫遐追求我要，直到咱为着咱家己追求侪的名声荣华地位，甲着侪享受，看着咱家己，咱就安尼看重侪才会得到甲失去，带来侪的迄个忧伤甲着痛苦。追求我要迄款安尼的生活，来满足咱家己的欲望。我要就是将咱家己来一直不断伫遐来放大咱家己，焦点转向伫咱家己，是互咱安尼，互撒旦伫遐欺骗的开始。看见咱家己想要满足咱家己的迄款安尼的想要爱想要甲上帝同款。撒旦引诱咱来爱要来凸显咱家己互别人看见咱，照着比较竞争，爱要来赢过别人，表现比别人较好，将别人来甲比落去，爱要得到别人的称赞，照着安尼来肯定咱家己的迄款的价值，这拢是对落的开始，也是讲。另外一种讲法就是咱的自我的形象会低落，直到咱会需要照着安尼来安尼甲别人安尼，咱讲打压，也是甲比落去，为着要来凸显咱家己。当咱的焦点离开耶稣转伫咱家己的时阵，咱也共款，咱会活伫咧即个惊吓的内面。当亚当夏娃安尼将焦点来转伫咱伊家己的时阵，伊伫遐犯罪了，因就看见家己是一个脱破的就安尼变无花果树的迄个无花果的迄个叶，来为着家己来安尼做群，看见家己所带来迄款的感觉，就是惊。因伫遐听见上帝的声，就家己闭起来，毋敢亲近上帝。当咱焦点安尼转伫咱家己会拆毁咱的家己的迄款的信心，带来惊吓。当咱看见家己的欠缺，就看袂到耶稣的丰盛；当咱看见家己的美色，就看袂到耶稣的伟大。当咱看见家己的软弱，就看袂到耶稣伊的全能；当咱看见咱家己，就有侪的忧愁，甲着烦恼。惊吓是信心的头一个对敌，惊吓是欠缺信心的一个表现，也就是咱得到上帝应允的ทัก解。以色列人伫咧第一摆，伊去伫咧探即个迦南地的时阵。因面对着遐尼大汉的遮个阿那族人，因看见家己的迄款的美色，看见家己的软弱，亲像草莓，煞伫咧迄个所在，因感觉心内开始有侪惊吓，直到无法度安尼入去靠伫迄个应允的地。伫咧约书亚记内面，当以色列人进入伫咧迦南地的进前，上帝一再伫遐来鼓励因讲啦。无得惊，因伫迄个所在，安尼，互因将迄个焦点，上帝爱因将迄个焦点来转向上帝，互因知影是上帝伊安怎讲，我甲恁伫地。耶稣是咱信心的招盘，离开耶稣，咱就会互惊吓所吞食。咱的焦点若伫咧耶稣的身上，就要亲像比着伫咧迄个安尼讲。迄个大鹰
下迄个中间，悠远伫迄个中间行伫咧水面的顶面。咱需要将焦点来放伫咧耶稣的身上，因为伫咧上帝，伊凡事拢会。当彼得伊伫咧所在，伊原底用着安尼，只有看见耶稣，爱要来亲近耶稣，伊的安尼。耳目只有注视伫咧耶稣的时阵，伊就会当安尼凭着信心来行，安尼无看见即个安尼风影，安尼遐尔啊大。但是当伊将迄个焦点来安尼转移伫咧即个大影的时阵，伊心内就开始起惊，直到伊就伫咧迄个中间来沉落去。各位兄弟，同款咱。如果咱期待咱会通安尼来进入伫咧即个幕后的即个复兴，咱大声咱必须爱将咱的焦点来转往伫咱的主、咱的耶稣的顶面，咱才袂跌到迷路，也才袂有安尼惊吓，行入去伫上帝互咱的迄个应允的内面。因为耶稣是一切能力的来源，伫耶稣的内面有迄个无限的能力。佮伫咧咱今仔日的即个经文的后尾面，伫咧40到第37节内面，安尼记载讲，遐个日安尼已经满，我尼布甲尼撒额头仰天，我的灵性就复倒，我就祝谢至高者，俄罗尊贵、尊荣、永远的，因为伊的权是永远的权，伊的国到代代。地上徛起的百姓，伊看做无；伫天里的军队甲地上徛起的百姓中间，伊拢照家己的意思行代志。无人会阻挡伊的手，也袂问伊讲：你做啥物啊？迄时我的灵性复倒，我的威严荣光搁归伫我，做我的国的荣光，我的魔术甲大神也来调见我，我的国位搁坚固，大宽柄搁加添伫我。但我尼布甲尼撒俄罗尊敬称呼天顶的王，因为伊所做拢是真实，伊所行的拢是公平，遐会行伫骄傲的，伊会甲因降价。当尼布甲尼撒王降服无搁高举伊家己的时阵，伊愿意伫遐来谦卑家己，伫遐安尼看无家己，爱知影伊讲伊爱将一切荣光来归乎主上帝的时阵，反正所有一切遮的安尼荣光就要归乎安尼。也是讲，所有的这威严甲荣光，拢要搁重新来归伫伊的顶面，成做伊的国的荣光。伊的魔术甲着大神也来调见伊，伊的国位搁伫遐来坚固，大权柄要搁加添伫咧伊。只因为伊愿意谦卑弃权来高举主的名，伊愿意谦卑弃权，互主来掌权。尼布甲尼撒王原底伊迄款的迄个俗世体系，迄个眼光，只看到即个物质世界迄款的安尼，迄款的富丽堂皇，直到伊看袂到上帝。但当伊谦卑无有家己的时阵，伊属灵的目睭就开啦，就通看见上帝的阳光。亲像伫咧咱的即个山上宝训内面所讲的，讲清气心肝的人，安怎清气迄个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见到上帝。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见到上帝。当咱的灵魂的目睭看见上帝，咱的魂的目睭看到家己。这两种的目睭袂通同时来伫遐来开开。当咱属灵的目睭若来开的时阵，咱的魂眼就来关起来；当咱的灵眼关起来的时阵，咱的即个魂眼就来开开。人选择谦卑，看无家己，咱的灵眼就开，就看见上帝。
人选择骄傲，只有看到家己，伊的迄个昏眼就开，就看见伊家己，看到家己，伊的灵眼就关起来，就看袂见上帝。弟兄兄弟，耶稣互咱的模范是看无家己，只有看到天父。伫咧耶稣的服侍中间，伊行做真伟大奇妙的代志。但是伊并毋是为着要来满足伊家己，是要凸显咱伊家己，乃是要为着咧满足天父。伊看天父做啥物，伊嘛做。耶稣无将功劳归伫咧家己的身上，嘛无愿意人自信伫咧伊的顶面，反倒爱人将注意力来转往伫咧天父。耶稣真清楚伫遐知影讲，伊的焦点毋是家己，乃是天父。佮甲上帝安尼隔绝，看到家己的迄个感觉，就是惊吓。焦点对耶稣转伫家己，就产生了侪惊吓，甲着侪的挂虑。因为家己想要做主，却无法度做主。想要负责，却无法度负责任。只有看见着家己的问题，看见着即个环境的困难，看袂着上帝的同在。魔鬼亲像迄个好狮一般样，迄个狮用着即个安尼嚎叫来，互遮个软弱的遮个动物来伫遐惊吓，就通来吞食因。所以魔鬼伫遐来引诱咱。迄款，互咱安尼，迄款的只有家己的迄款的性命，看见着家己，看袂着上帝，伊一个嚎叫互咱惊吓，人一惊吓，气力就微细，就互魔鬼有空芳来伫遐来将咱来甲吞食落去。耶稣一生毋是要满足伊家己的想要爱啥物货，乃是要满足天父的荣光。也是讲天父的荣耀，所以咱爱安尼扪心自问，咱家己爱来问咱家己，咱的想要甲着上帝的荣光，倒一个重要？咱要追求满足咱家己的想要爱，是要追求满足上帝的荣光？耶稣满足上帝的荣光。荣耀，上帝就满足耶稣伊的需要。耶稣已经得胜，已经坐伫咧天顶的即个宝座顶面，得到迄个真正永远的荣耀。伊伫咧天顶安尼，正做迄个万有的迄个中心，一切焦点伫咧迄个中间因为天父要互耶稣，正做万有的焦点，所以伫咧即个启示录。咱会通看见即个伫咧天国的迄款的安尼景象，伫咧天顶，咱迄个大家迄个焦点只有一个，迄就是坐伫咧即个宝座顶的羊羔耶稣基督。安尼，咱减有要加入伫咧即个天国的迄个敬拜的即个团队内面。若要，咱就应该将咱的焦点来转伫咱的耶稣顶面。伫咧上帝国度，只有永远一个焦点。迄就是耶稣，因为只有耶稣堪得所有的敬拜甲尊重。耶稣是以马内利的上帝，是甲咱同在的上帝。所以咱当伊来到伫咱中间的时阵，要帮助咱看无家己，只简单看见天父，不断甲咱安尼，伊伫遐甲咱讲无得惊，无得论，只要相信，因为咱无论倒落去。耶和华你的上帝甲你伫地，因为伊是甲咱同在的上帝。所以，弟兄兄弟，当咱听见安尼的信息的时阵，牧师共款佫有几个问题，要爱互咱伫咧即礼拜，咱好好来想。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咱互撒旦所欺骗的开始？咱要怎样无受到？安尼迄款的欺骗。第二，撒旦的迄个样相，也是讲伊的榜样，是将焦点来转往伫伊家己，
强调我要，并且不断伫遐来放大家己。耶稣的安尼，伊的模范是甚物？咱的生活中，敢有安尼做对的选择？求主帮助咱。第三，为什么迄个焦点爱安尼转向着家己的时阵，会安尼毁坏破坏、拆毁咱的信心，带来惊吓？伫咧患难中，咱的焦点常常是伫咧咱家己，是伫咧耶稣的顶面，是安尼讲，就是伫咧患难、艰难、病痛的中间，咱的焦点到底是伫咧咱的即个患难，是咱的艰难，是咱的病痛的顶面，是咱当咱伫咧患难、病痛、困苦的中间的时阵，咱悠然将咱的焦点放伫咧耶稣的顶面。第四个问题，无看见一人，只看到耶稣。既然遐尼重要，为什么咱会时常干那看见迄个一个人，也就是咱家己？咱要怎样来避免？求主帮助咱，互咱伫咧今仔日咱所领受的，咱会当重新搁一摆来看咱家己，互咱家己搁一摆重新来深想，咱要怎样来行，咱要怎样做，才会通互咱会通活伫咧合伫上帝心意，安尼迄款安尼的信仰的内面，会通活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安尼的一个人生。求主帮助咱即时同心来祈祷。恩典的主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主啊，阮借着阮今仔日所领受的经文，借着尼布甲尼撒王迄款安尼的诚做阮的感慨。主，求主帮助阮，互阮会通活出一个主你所欢喜的迄款安尼的性命，是对主你所领受的。借着圣神的引带，不断来伫遐来提醒阮，来光照阮，互阮会晓选择迄个看无家己，独只有看见耶稣迄款安尼的性命，互阮会通活出一个得胜的人生，是一个安尼伫任何的代志顶面，阮拢注神看耶稣。你的国外的性命，诚做阮的性命，互阮会通活出安尼得到主所欢喜的迄款安尼的，也是互主所称赞安尼迄款的性命。互侪人看见阮迄款安尼迄个国外满有能力的迄个性命，毋那归荣光伫主里，佮互因也欢喜来军队。甲阮共款来进入伫主的国度内面，来领受上帝伫创世进前就已经所要赏赐互阮安尼迄款的性命，互因也得到安尼的祝福。求主帮助阮，互阮伫过来的日子，阮真正会通活出安尼的性命，互主你的名得到荣光。阮安尼恳求祈祷，拢上过做出基督圣名。阿们。请咱同心吟诗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第495首，圣诗第495首。上帝是我一切愿望，请咱起立吟全首。上帝是我的
请坐。这是咱同心来奉献，上帝欢喜，咱甘心乐意的奉献。因为疫情的关系，咱袂当暂时袂当实体的聚会。你如果若方便，麻烦你甲奉献摕来教会。如果你若无方便，请拍电话到教会互干事，或者是汇款至南洋教会邮局的账号。感谢你的奉献，请咱起立吟奉献的诗歌。请坐，请咱同齐来读本周的经句。但以理书第4章37 B 节，因为伊所做的拢真实，伊所行的拢公平。遐个行伫骄傲的，伊会甲因降低。我阁读一遍，因为伊所做的拢真实，伊所行的拢公平。遐个行伫骄傲的，伊会甲因降低。这是咱来报告，请咱来看周报。后礼拜事奉名单，请家己看，请同工有预备心。来看报告事项。第1点，请各团体开始准备后一季10月到12月聚会内容，9月12以前交予办公室。第2点，信德奖学金开始申请，请伫9月19前向主日学甲各团体提出申請，伫10月初3適到紀念主日頒發。具體消息，9月初4拜六，伫永青教會七星東會有辦一個職場論壇。歡迎社會青年參加。第2點，9月初10拜五，佇羅東教會總會有高齡關懷曙光的
童工培训，请若有伫相连团契有报名的，会记得来参加。第3点，9月11拜六，伫罗东教会七星中会有办一个中职的训练会，要参加的人请往办公室来报名。9月初6报名为止。第4点，9月20到21，伫新竹圣经学院七星中会有办2021年主日学老师的退休会，牧师将要同齐参加，请要参加的主日学学长来报名。第5点，对台湾圣经公会所发行的，伫要伫今年底出版，伫10月31以前，你若有提早来预购，会当得到折价的优惠。有想要买的人，请往干事来登记。大道事项，请参看本会募会函。注意事项，请家己来看。顶周聚会出席奉献，还佫有会计报告。如果若有错误，会当往财务当工来订正。请咱同心来祈祷。听阮的天父，阮感谢你，伫即个疫情期间，你互阮心有平安，你帮助台湾得到平安，得到保守，疫情得到控制，会当降级解封，会当顺利摕到疫苗。因为阮知你是阮生命的主宰，困难中随时的帮助。感谢天父，阮嘛要为全球病毒疫情得到控制，早日会当结束，全球恢复正常的生活。阮嘛要为着全球受到天灾人祸的百姓来祈祷，为着阿富汗经济的动乱来祈祷。求主的救恩早日临到这个国家。阮嘛要为着教会的事工，教会每一个团契，伫疫情期间所有线顶的聚会、礼拜，拢会当顺利进行，集体会当有真好的连结。我嘛要为着教会兄弟姐妹、姊妹来祈祷。伫疫情期间，家庭经济若有受到影响的兄弟，求主有对你来帮助，开一条新的道路，互影响减到最小。我嘛要为着兄弟的工课，甲伊的家庭生活，伫疫情受影响的，求主伫旷野开道路。我嘛要为着教会身体欠安，伫治疗复健中的兄弟，当伊心神软弱时，求主你帮助伊，因为你讲病痛你要医治，滑倒你要牵起来，忧伤你要安慰，野神你要照顾。感谢天父，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咱来吟散会诗，圣诗第396首，圣诗第396首。打要散会，求主赐福。吟散请牧师祝祷，请咱起立吟全首。我
这是咱当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全能的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你，借着阮今仔日所领受的助力，搁一摆帮助阮，互阮会通来安尼看无家己弃权，互耶稣来伫阮的生命内面来掌权，互阮伫逐样的时刻，主阮拢安尼，互主伫阮的生命内面做主做王，互阮所行所做，阮会晓得将一切荣光归伫主里，阮无安尼偷摕抢夺上帝荣光来高举家己，阮独独要高举主你，高举主你的名，互你的名得到应该有得到的荣光。求主怜悯阮，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胜。高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门。请坐，列岛闭会。